广告 start 的各位，大家好，我是小美琴。副总统，副总统好，欢迎大家来到花莲。我听讲各位拢是非常厉害的广告人才，这摆我决定要委托大家拍一支影片，爱甲大家讲花莲会当安怎佚佗。人来就好，人换饭。加税，这里哦，长沙桃上桃，来来，辛苦辛苦。哇，这是总统府吗？Oh my god！安尼啦，高啊高！安尼出场少气魄的哦。哇塞！上尾一届一定爱安尼啊！上尾一站来到咱花莲对不？可能还有足重要的任务啦。最重要的任务偌重要，最重要！什么意思？咱的车还有录影的呢。来来来，布置到安尼才水啊！要算什么游戏这哦？拍表啊！系啊。来啊，你一起来！但是会使吗小等下哦，小等下哦。一拄的任务就开始啊！我有看到，这对，你是看花莲市啦，吼地名，乡镇。广告 start 的各位，大家好，我是小美琴。副总统，副总统好。欢迎大家来到花莲。我听讲各位拢是非常厉害的广告人才，这摆我决定要委托大家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大家拢知影，我真介意花莲，因为伊唔但有山有海，也阁有人情味，非常美丽，是一个真适合大家生活的好所在。所以我要请大家替花莲拍一支影片，爱甲大家讲花莲会当安怎佚佗。透过影片，互大家知影花莲是一个遐尔好的所在。啊，你足大呢！哇，这个任务非常重要，我要将这个任务委托予广告 start 的各位。我真期待看到大家的成果。哦，这样哇知影副总统，副总统，领收到，接收到啊！哇！哇，这个任务真正这阿里拄则安尼石头直接安尼较跌落来但咧。是我听到的较困难的是遐济所在，算讲要甲花莲上就侪物件爱放伫咧内底。对啊。算讲伊是。我想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一摆委托任务啊吼，这个最后的任务就是爱甲大家讲，来花莲除了好山好水，阁会当安怎佚佗。不过根据这段时间我对大家观察，我认为这个任务对恁来讲实在是伤简单咯。所以我特别对家影片，除了爱呈现来花莲会当安怎佚佗，阁爱替遮的兄弟设计一张主题海报。但是花莲这么大，是要翕倒位咧，就互运命来决定。看恁边仔的道具，请用飞镖来选出恁要去翕的所在。选到了后，要去看恁的车后斗。我已经替大家穿好道具啊！哇！知。好，啊，啥物先？安尼我想好啦，啊，你先来啊，你先因来啊。为我算讲是拄生囝嘛，一发就对啊，一发就对。啊，你要吓着我咧！来，等我一下，小等。来哦，谁个哎呦，秀红玲啦，秀玲啦，红兵会使啦。啊，可是讲阮写了了后壁有想啊，爱去看一个。哈，真正有重哦。内面是放啥哈？黄金啊是啥？正，我摕看。秀红，你摕我，足重的哦。有重哦。这黄金哦，黄金石头啦。当然
你提看，你提看，我提看。我这当个，这内底石头的款。走。歹去啊啦！哎呦，哎呦，哦哟，我的受风啊！好啦，甲伊两个拄则我受风好啦，啊！包这先等在边仔啊。秀玲来，哦，秀玲有够重的，秀玲有重，秀玲有重。哦，有好，秀玲这里吼好，这我提。再去头前，我们去迄珠母台，珠母台。啊，这毋是你穿过？啊，这物件呢？这我哪才生哈？这恐龙甲这是啥物啦？敢若有一个电影内底嘛有这种啊，哒啦啦啦啦，哦，所以有人爱看，爱漂恐龙。恐龙哦。啊，等于讲，譬如讲我是这男主角，啊，你演恐龙甲我聊，有一个迄种画面。前头我唔是袂当做男主角，我看到我来这这么一年拢咧做动物呢。对啊，你有动物园内底啊。花莲好山好水好佚佗，秀林底影片，丛林沙滩车甲天空之行的完美照，王子甲公主的古锥的动物，啊，还有秀林海报特色主题，利用道具翕出一张最特色的海报，侏罗纪的广告 start 片。哎呦！你好，应该是蒙哥本人吼。对，有交代你恁来遮拍影片啦吼。你好，我等下要甲恁教要安怎拍。哦，出发喽！哎，这敢若会使翕无？看起来就像咱的迄个侏罗纪的哦。几安尼翕过去，迄风景足水的啊。恐龙想要穿？恐龙哦，无咱杨戬啊。好，杨戬。啊。好来，加多石头布。恁两个看啥？这是咱两个人的决斗啊吼！今你是龙还是我是龙咧？加多石头，我出石头。拄啊好，我看你做死后尾。你要45度的天气呢，进前45度你要死去啊！45度，啊穿迄个恐龙的衫。背景还有山吼，啊你要甲公主抱是毋？你确定吗？你确定？我即马要逃跑啦！紧嘞，恐龙来啊！我就有钱，好，哎紧嘞，雨衫要，有刷啊！伊要着，我来一个 fashion。啊，我坐头前安尼，好啦，这种的。啊，胖哥，你要徛咧后壁无？来，哦，来看镜头这边哦，看镜头哦。只惊咧头前的哦。怎么笑？给笑！这么快这边啊！哇，要去海边的边边，好近啊！哎呦，有钱啊！ Hello，你好。我是的是公主甲王子啦。你是位是足有名的主持人，厉害多谢你，既然阮叫这动物来，互恁来开门，互恁出来。你开门是走出来什么？你也甲阮想讲。来，阮一间一间，是行，我就来走啊。无迄种的啦。哎，咱是小细人，甲梅花鹿。啊，要饲食啥？食桑叶，草啊！桑叶。啊，台叶做生水，嘿，台叶做生水。咖啡、玻璃。这是我的启梦啊！你看，这只我饲的马。啊，够水啦，够水哦。哦，你哪个？没啥的啦。你看，你两只有啥呢？今日，哦，今日，等下哦，足幸福的。
受风一首。来，五个这。这里哦，莫挂着我手，对哦，足惊。哎呦，哎，你唔是听弟妹咧哇听？你扛头卡，你扛头卡，哎呦，啊，救生衣啦！救生衣，要要创啊？救命！救人的哦。零不卡，哎，你来念。花莲哦，好山好水好佚佗的受风底影片内容哦，内容嘿。背包盔，秘密所在，啊，还有这个猎鱼，怕辣打猎人，体验原住民的文化啦吼，那安尼，阮的海报的主题，水上的银珠跳跳水。 Good at what I do. I'm OMW. 跳水，跳水也是出水的芙蓉啦。哦，我会使借问一个代志吧？是想甲我救生衣体烘啊？迄有的衫袂使烘的变细领，你是唔知啊？是啊，我有人摕。哦，袂使大呀！你这有跟我斗救，来，胜上要紧，会使我处理啊。跳啦，我你来跳，行胜决啊！噔，阮的扛棒的广告大道的，大道我有看。哎，阮的衫啊，来啦，好来。教练，哎，教练来这边，教练，啊，不要来请好。我叫威廉，然后欢迎大家来到花莲。你好，背包客，啊，我知影今日时间无济，啊，阮等下就去换装备，啊，去行迄捷径山路，阮就去一个峡谷秘境。行较近的啦。时间较赶，伊要带阮行捷径。台湾吼，只有一条溪有药啊，等下阮会使去看有药啊无？这里哦。哎，这看起来。你介一个人就好啊哦。哦，专注。袂歹。哎，真有色啊，假色啊。水足清的呢。这亲像国外的迄牛奶壶诶。哎对无聊迄种诶。哎，我感觉最特别是这沙石，那是这种油的。你会使看有药啊无？哎，这真有机会啊。有啊。哎，青色的哦。哎，这个有一偌大地啦。哎，那简单会跳啊。这是有头吧？我捡了一粒台湾的。无啦，这有大了啦。哎，这个，这是吧？几千万。无，这差不多1000块，够有走。袂使，这袂使用这，袂使用钱的，这是无价之宝。你哪拢摕有绿色的哦？系啊。绿色的有啊。哎，无笑。你那是台湾时。啊，你的面哪会变安尼啦？台湾时块，我想讲，列面那。我想讲用的，看较缘投无啊。万不你来那说，真正无小心跋倒，要安怎处理？哎，阮拢有生意，哦，所以你就放轻松。哦，不要慌，有救生衣就对了啦。哇，安尼倒你来刚刚这爽诶。对啊。这是引就舒服诶。拜拜。拜拜，我是。你刚刚追追耶。卖紧张就好啊啦。金马打档，起不起来？有。你刚才这醒过来。河马下水。哇！你啊看起来较简单的，为什么要骑车？当时骑较简单嘛，这样有这会使滑。3点不到1点到。3点不漏录1点了。哎，足急的哦，较注意的哦。对啊。 3点有当2点当，3点有当2点当。对，这里哦。要拉，要这样拉，这样拉。
来。哇！哦！哎，香蕉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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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船了！受伤了，就这样的。其实吼，我是惊水，我知影要撩溪的时阵，我家己有惊。颠倒是就享受伫咧行迄溪水的内面的迄种淡淡啊、冷冷啊，敢若细汉时阵咧耍水的迄种感觉。啊，咱咧有要跳水的人，阮就去遐跳水啦。安尼就是恁两个啊。跳水，因为咱爱拍一寡这属于这所在啦。是。其实平常时我是足惊水的，足惊死的。其实因为即马做老爸啊嘛，较唔敢做一寡这种动作。哦，爸弟，你会使做一块花式的无？好啊，我就安尼嘛。安尼啊，都算，我是啊，讲有安尼动作安尼，啊是安尼啊。安尼嘛。公告 start number one。淡薄惊的。其实你下骹看，敢若无悬念了，其实徛在顶悬小可悬，真正淡薄悬。足讲诶，你跳啊！好，来，跳头前啊，跳头前。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花莲省，来花莲省，花莲省。看到遐石头啊，还有迄个水啊，就会感觉莫名其妙的足欢喜。我感觉这是花莲大自然的魔法啦，对，就是互你原本压力足大的，但是去到遐你就会使随放松。哇！哎呀，人来就好，出来呀！啊，那无你的味啦。我吃饱了啊，我帮你们服务点个鱼好了，好不好？谢谢我放。点会啊？对，按摩店。这个是淋上我们这个金门的高粱酒，对，成本这高小心烫哦。有，烫，其实小小的啦，然后再。你这有做盐红啊？这什么鱼啊？这个是台湾鲷。台湾鲷。对，我们凤林它是吃山泉水的，对，都不会有。因为你哪里？赶快啦！空气嘛，假做是假做水啦。就你妹。这是控油鸡还是？这是我们凤林的客家桶仔鸡。油胖，希望你食到介欢喜。谢谢。好，谢谢，感谢。豆豆享受吼。你食物件敢较最好食。今仔最要的，今日规工啊，冇规工。哦，这毛到油的啦。哇，这真正食起来。你是发生什么代？这真正是台湾鲷吗？食起来，你肉拢无迄种的怪怪种土味。无土味。来到花莲应该来到这。就是直接来吃啦。直接来吃。好大都好吃。啊，这是倒位？红林啊，红林的箱啊。有啊，就是还袂开。来开看卖。我感觉这会使放入内底。宣传时阵叫大家来这边来。啊，对，这。就上好诶。哎，放一张。啊，恁哪食，阮哪开。好啊，来，看来一个。啊，今日在红林，咱就先开红林好啊。好啊。红林。来。哎，看来一个。足侪巴肚呢。啊哦。这是飞哥哦。是你要唱歌哦。红林底影片内容就是慢甲好食的物件，需要利用以下的道具甲场地。是。啊，过来咧，这的特色，阮爱翕的海报就是两个人安尼相依爱、谈恋爱的迄种感觉。哎，那安尼不如这嘛跳跳好不好？跳跳好，上爽。跳跳较快。这倒位的红兵红兵啊，红兵哦。哇，这内底可是
这像啥哈？我来。好，红冰地片内容，展现花莲海洋之美。红冰海报特色主题，老人与海。简单有老人啊，叫这个。啊，你的头前搁去理白就会使啊。唔免你啊，已经是拢白。好啦，真卖擦啦啦，好啦。无啦，真正食到皇帝大，食皇帝大，哪食哪有了解就好。我有发现呢，有一最明显，最明显的，是吗？咱进前去翕的物件啊呢。最明显啊，的，刚刚啊，咱这做的物件啦，看拍卡呀，火龙岩的。对。哇！恁去耍的时阵对无？爱使拍卡，阮就摕手机啊，为遮安尼甲你翕，你就会使伫咧即个坑内面。这个桶啊内底。安尼哈。哦。最特别的吼。即个烘炉，你若带转去，你就会使碰米香。哇，这是啥物这刀？够水的呢。这是一个人的面哦。当下有去做的迄落马赛克冰砖。那个你会记得，咱去做这时阵，佫有去浇迄落土，伊讲佫落雨，头家即摆毋知过了好无？应该是做好啊，应该宣传应该是过了做好。恁去做一下。这就是阮顶届去屏东驻连神喜美拿哇，喜美拿哇就是日本的喜美拿拢是台湾做的。你这是要送我的对无？嘿啦，真正是恭喜。对啊，谢谢。我感觉就神奇的，就是为头一季开始，我嘛录一句啊。是。差不多半年啊，一年啊。我迄时阵还未做爸爸。你是要靠经验靠无真的啊！我要靠经。我是讲真的，啊，即马讲淡薄佫肥起来。哦，那时阵啊减肥啊，即摆都烘到大家的迄种气氛是就好。对我感觉不管是咧工课啊，是你都在创作，迄个气氛是最重要。好，好。恁去遐试看嘛。好。电话联络哈。好。你怎唔讲电话紧掉？电话。我是要甲伊联络。这边就够水的，翕一个，哎，1、2、3，耶！诶，刚才是这呢，最新的。我靠电者，是吗？好。敢这排？是吧？是这排吧？敢是这？对，有2排吼，啊后壁有伊啊。你好，早安。阿哥，你几岁哈？要90啊。哇，就勇敢的呢。阿公，你少的时阵是做啥物的？上他做农啦，农的。哦。是啊，那进产的。拄着的2次大战。哦，你拄着2次大战。对啊。哇！我读日本册读1年。哦，啊，你会晓讲日语哦？你会晓讲袂？会晓讲。袂晓讲。会晓。哦，会晓。普通的鸟。好，你讲2句一个。你甲大家讲，大家好，欢迎来花莲安尼，嘿嘿，欢迎。还有我来马斯哈，啊你妈话天气也是。哦。妈你好。妈你好。你好。嘿嘿。搞啥？阿嬷，啊这间厝看起来就有历史的，有啥物故事啊？是？哦，因迄内底吼。这个日本人吼，哦，这日本人起的啊？日本人日本时代伊起的啊，伊种3栋婚仔间，阮的大官啊，啊就有邻居嘛，啊伊就讲，翁先生啊，你来甲我帮忙啦，哈。哦，所以你啊就来，熟悉。要光复了，第2次世界大战要光复的时候，还没有的时候，他就说。你搬进来住哦，哇！啊，我回去，我这个房子就给你住。哇，真好！民国唔知是60几年的时候，这个日本人主人，原本的他伊的查某囝，第2代有回来，一个来的时，伊就卡紧走去厨房啊，迄个灶开啊，啊，阮头家就问伊讲。啊！你跑那么快，你进去做什么？哦，他就说，
你知道吗？那个洞哈，我差一点就给枪请怕死。迄庆子为家拼才有无？撑过去。他才12岁，一讲好彩我蹲下去这样子，那个就从我的头这样。为头壳安尼闪过。哎。迄相片就是敢只对方少年呐。来看这个，看这个。迄图共款的。对方。哎呦。啊，这边要分哈。无啊，这两个是淑女车啊，你看出来。哦，淑女车。这就适合去迄个油车过配油条的迄种感觉。单恋爱。单恋爱。单恋爱啦。我来分组一下啊，吼，分组一下。还是我甲你谈恋爱？我即马对你淡薄仔神啊，我换迄个雨衫好啊，因为阮两个300的，300的就适合。我把甲你拖过啊，是我较好。阮来交换一个，交换一个。这 LOVE。啊，好。哎，会使，好。哎，对，好，会使。好来。好，1、2、3。哦，哎，这角度有够水诶！就等了，好。哎，无可能吧？我刚真最好看。你坐后边，你就是阿庞哥少年时阵。少年啊对，减肥前减肥后了。就利用主题的吼。爱讲是你，爱讲是你，爱讲是你。减肥前减肥后。成功啊！出发！哎呦，有够凉的，有够凉的啦！有够凉的，随地来赶车，随地来赶车。哇！特别漂亮！日头最炎的，啊，毋过骑脚踏车的时阵，你就袂记日头最炎这件代志，你就迄条路安尼直直看过去，敢若就像国外的景。这会使去这楼梯啦，敢若石头做的梯啦。倒一个点？3点啦。3点。对，来这就3点，第一点石什么？石梯边。石梯边。啊，车站车，搁会使看到这边。海洋。啊，搁看。第三。车头前。山。哦。海啦。 3点拢有。对。3点拢有你看了了。对，好。爱来。这会使爬吗？会使。天然哦。天然的。一推来行一个。哦，天然的哦。这拢天然的啦。啊，咱连夜会使去山顶吼，去一下风景。好。哎，你啊扶我好哦。好。哇，够水啊！够水啊！ 心脏，阿公，今日啦，阿海心脏病要举，今日使无啦？使，阿海心脏病要举起来。哎，拄才查一嘛吹落呢。哎，要心脏病要举起来啊啦！我惊，我无塞车，我惊一中风拢我目屎拢连落啊！我好恐怖诶！头拄想讲，咱驶路拢无开电，迄拢暗搓搓，敢若目睭歹歹。目睭爬 OK， 好啦，来到遮啦，已经看到海啊，对无？对，老人。系啊，大家行好阿伯。阿伯偷偷行。老人要看海啦。好，那你慢慢走哈。对，这个地方叫项链。项链。花莲哦。 项链，我们戴的项链，项链是一个当地的地名，它是指这一块排成一列的石头是祖先的项链。所以真正叫做花莲，不是打卡的所在呢。啊，这边早期是连外道路，所以早期因为就是某一种战列，然后其中一位勇士的项链洒落在这个地方。当族人找到他的时候，只找到项链。为了纪念这个勇士，就把这个地方取名为项链。当月亮升起的时候，那个就是男人的一颗头，光芒就是脖子，石头就是破碎的项链，守护着这块土地。哇，感动哎！啊，
啊，阮是去小等紧食饭。好，来，先来翕相再来。我听到食的有哦，诶，拢好啊咧，食。会使走。对啊，老人与海就是这啦吼。我来吼，对。来哦，一两三。哦，来诶。哎，就要较温馨吼，温馨。来，好玩，来，好玩，来，好玩，来，好玩。七彩戏嘛，翕得真水啊！对，这嘛袂歹。一两三，来过一个，一两三，一两哎，阿伯你们伫咧后边，你们翕相啊？阿伯，我咧翕相啊！阿伯，我想到我当初是，你为这边来台湾诶，你为遐收过来对啊，来台湾的啦吼。后袂讲有坐船啊。啊，我知影。阿伯，你坐咧遮，恁两个坐咧遮，你帮伊下风。哎呦，这航山地哦。不，啊，是。我甲你翕好，还是这张要叫大宅翕。大仔，你哪个跋倒啦？你是读卡？哦，阿公爱心。阿公爱心，阿公脸颊爱心。阿公脸颊爱心。脸颊爱心。龙虾啦，哎呀，啊，那个 The Fair 你甲阮传这是啥物？这边主要还是以当地的食材去找。哦，那这边是肉的飞鱼季。对啊，肉的飞鱼季会是拿来去钓起来哦。今晚多就是对啊，龙虾其实我们都是下去潜水哦，18米哦。18米去抓的。基本上后早餐我们都习惯吃龙虾。哦。哇，恁过来。哇，这老人家还食了少。我想要伫遮大。骗人。这一定是恁手做的辣，手工飞鱼辣酱，对不？飞鱼辣酱。飞鱼辣酱。对，你们慢慢吃哦。好，谢。这个的飞机。花莲真正赞呢，好生好好食。哦，这真正是花莲就起来啊！哇！Oh my god！ 我刚第一食饭就有气氛，食咱原住民的这山产，还有看这海。阮刷咧，阁有一站阁压袂去啦，毋过阮伫遮会使先甲阮翕到的所在先讨论看卖。好，先讨论。譬如讲，这会使讲来花莲量一下。哦。对，来量一下，量细啊，量细。好，会使，我直接记起来。来花莲量一下，一下会使用夏天的夏。谐音梗，迄台湾上介意。啊，阁有甲动物的，会使讲。是收迄个甲恐龙的，还是甲沙滩车有关系，就是紧的。紧啊，速度这种的字，速。我咁要缩起来啊！速发动，速发动，哎，因为花东其实定是连做伙，哦，你隔壁呢？哎，我先写啦，啊，要改才改吼，速花东。莒来猎人学校，我叫古力，我先讲了一个，欢迎你们。那首先我们要先着装。我们下一个节目是要去射箭，那我们射箭之前，我们先请那个我们的长老倒一杯酒。哦，喝酒了，喝酒了，哪里家人？家人好，大家好，家人好，我好，大家好。你跟你妈晓？咁知啊，等下要啥？应该是拍啦。哦，白个啉酒，酒哦，今仔先敬神。好，先敬神。啊，来，kemudian sesudah itu benar aku. Amo mata tani kamu kuni na makatayo ko tadi ami jika budi kamu amo sawai saka ya caca kamu kuda mau dah ya amo tuh ini dah ni kuda mau apa kemasan ya
你在酒店上班，你都有在练。你敢若足气你在酒店上班呢，你练甲遮顺。好啉，真正顺，真正顺。这咱爱啉酒啉了，下了后下冰。虾鸡，下季好。不是虾剑哦，哇，你看这大斤诶！阿密斯的传统，味道开始，为遮开始，为遮开始，吼，做酒是标嘛吼，正手是鸡，正手芳，鸡，正手，好嘞，三支，三支，三支吼，来，倒酒杀，正手牛，来，好嘞，好，来一盖哦，好，来一盖哦，菜是你这看出来，应该是红色的哦。是。你搁啉烧酒了，搁会使遐准。哇，愈醉愈好，愈醉愈好。愈醉愈准。第一个，我来试看卖。所以这红红的爱对准嘛，在下骹。对，下骹对。你的手摸，可以摸住，可以摸住。你再袂使。放下。好。刷底伫咧头前啊！刷底来啊！刷底来啊！哟，袂歹。接我，来，我你写。好，你查某用这啦。好，有差吗？有，较定，那个定。较头前袂用哦，后壁你遐准哦。右脸颊。你是写我宠物呢？你莫写我宠物呢？哦，是，够有哦。跳！自救有写到，有写到吼。好，你后一个。阿胖，对我刚刚最搞笑，其实嘛是尴尬。哎呦，歪去哦，安就袂使吼。你可能在这行无啦，我都比啊。你无夹到你无夹到你会走起来啦。哦，安尼啦。哎呀，哦，这酷水有哦，这酷水有哦。有哦。哦，哎，你两个小量。你两个小量。哦，这个厉害哦。啊，放掉去，我需要有哦。Go。哟。那别送我不下去啊。就想要搁升两支的。搁升啊。来，辛苦。进这个张肉吼，来。听食。哇！足轻的嘞。赞。咁咪咱拿起来，咱来讨论。阿婆讨论煞吼。对啦，我嘛是正是爱做啦。我拄则有想到一个恐龙的。恐龙安怎？阮大家毋是为头前走吗？冲吧，去花莲。会使，大家冲去花莲。老人嘛嗨。嗨。老人也嗨。我搁想一个做也嗨。做伙生甲老。哦，好。做伙生甲老会使。对，做伙生甲老。玩到老。来。哇！哎，这个无听就这些。来，是黑吗？哇！这几天大家辛苦了，刷落来就是大家最后一摆成果发表。这摆当然是由委托人，也就是副总统亲自检收，请大家一定要表现上好的成果，嘛爱甲副总统报告摄影时阵的感想，甲当初设计影片的理念。当然，阁有我对家的海报宣传，嘛爱做伙呈现哦。大家爱加油！通伫最后一摆，甲我闹开嘿！来，丢了，这是 boss 要送我你，代表送我你。哇！这是总统府吗？这总统府来去这个所在。系啊，Triple W 打 President 总统 Government 台湾。哦，政府单位。政府会啊！有请。Oh my god！来邀请广告 start。9月16号。去总统府展现上后的成果。总统府，哇！国家级的任务啊！对，国家任务啊啦！哇！咱爱稳定，爱稳定。好，来，爱表现好。爱加油！好，加油姐，加油！信心画一下吼。好，来，1、2、3，公告 start，加油！
家好。副总统好，你好你好。哦，大家辛苦啊呢。辛苦啊！啊，因走一抓花莲。好胜好胜，就水耶。这。啊，袂使坐。对，阮两边报告。介绍一下，副总统你好，阮是公狗 style。好，欢迎大家来到总统府。啊，我嘛真期待看大家伫花莲佚佗甲安那。是，阮即届嘛真欢喜，有受到副总统你的委托，啊，花莲阮完成啊，完成啊。阮完成啊，所以阮即几工伫花莲吼有哦，翕了足侪好看的相片。第一个就是我来介绍一个花莲上出名的，就是海景。这个海报的 slogan 就是到花莲做伙耍甲老。阮希望讲来去花莲会使住囡仔时，还是你大汉拢会使耍。所以甚至讲你好朋友会使做伙来花莲耍甲老。对。就是一家三代拢有通去佚佗，哦，大家拢有通去佚佗。是，然后就是这个就是花莲上出名的，就是天空之镜。这个所在哦。拍影片啊，是相片，拢是足好看的，所以这个 slogan 就是来花莲拄着上水的家己。啊，恁大家拢有翕相翕水水伫遮。你会使看卖一个。我这两张呢，其实是同一个所在，就是伫咧凤林。啊，因为这个所在叫做追风少年，就是大家会使去遐骑脚踏车。啊，阮家己想的 slogan 就是花莲去拄着爱，你会使去遐谈恋爱，去骑脚踏车，因为迄规抓哦，阮骑甲足欢喜，佮足感动的安尼。你会使家己想讲是爸爸甲查某囝嘛是会使。我这在花莲的秀林翕的，啊，主要因为花莲除了风景好，遐生态嘛足好的。啊，阮去秀林遐有一个动物仔园吼，阮就化身这个王子甲公主，哦，去甲动物仔做伙耍。啊，阮叫合作花莲动起来，动物仔会动，所以看到咱动物仔有公主甲。啊，恁个穿甲安尼。对。看伊这黑白色彩，甲阮斗鸟啊，就像。哦。啊，即届阮有去上山嘛，去耍水，这个 slogan叫来花莲凉一下。唔管吼，你有啥物想法，是要食好食的，要踅街，啊要谈恋爱，还是要刺激的，花莲拢总有。所以阮遮就是一个 slogan 是冲啊！来去花莲，冲啊！而且阮感觉花莲迄个所在实在足自然、足水的，敢若一去了就会发现，敢若去迄个侏罗纪公园咁。对啊，这只是啊。这只是伊穿的。哦，这只是你哦。我穿安尼伫咧海边哦。我要钓沙啊！来啊！啊，无我想讲花莲哪有这？迄算讲外来种啊。外来种哦。生态就好，啥物动物拢有。较笑亏的啊。生水。哦，生水盖看起来盖凉吼。哦，真正就好耍诶。哦。这是有专业的人甲你带对无？一定爱，一定爱。教练吼。生水、跳水啊。佫有最重要的就是阮的影片，对，绝对互你满意。差不多40秒至60秒底影片。看一下。咱做伙来看。Start。真好耍吼。对啊，而且遐个乡亲嘛，看到阮去要甲因介绍，伊嘛足欢喜的，大家拢足热情的。花莲就有人情味啦。真正。啊，影片看了啊，你若是有想要改，嘛是佫会使。啊，因为阮影片吼有 A 卡比甲 B 卡比。我出之前啊，B 卡比甲这有啥无共？可能会使互你上一句歌字卡啦。啊，若是副总统的话，伊可能会使到字卡比拢袂。是要食的物件较济，还是要风景较济？哦，来。歹势，阮博士阁有话要讲啊。有交代。感谢副总统一摆委托，大家影片嘛顺利完成啊。虽然这是因最后一摆任务，嘛是爱请副总统看因的表现评分，麻烦副总统咯。
副总统请，副总统请。好，要来评分啊。上重要的时阵。嘿，啊，恁若是恁家己要评分，要评偌济？哇！啊，恁家己有满意无？我差不多87分，袂使搁较悬啊。都有满意哦。好，金鳌奖啦，吼，好来，安尼1分。10分，10分啊，10分。安尼2分。20分。哦，20分啊吼，30分啊吼。40分。有无？过来。你若无做好，这真正广告 start 到头前的19集拢去了啊，迄种感觉。及格啊！无够，没再输了，无够啦。拄啊，像讲拍甲足乌的。你看我跟我面拢无共乌安尼啦。好，然后拍乌的搁加10分。我穿迄个恐龙的衫，就热哦，就热就恐怖的，有热着搁加10分。啊，搁有伊啦，伊30公斤啦咧。你意思是讲去花莲佚佗会当减肥？会当减肥，会骑脚车。哦，我咧运动啦，对无？运动爬山、耍水拢会当减肥。好，30公斤搁加10分。大家这几个月真正是非常辛苦，不过恁的辛苦我拢真清楚，所以我准备几来特别的奖项，搁特别邀请副总统来颁奖。即摆搁有奖哦，除了100分以外，吼，咱即摆还搁有奖哦，最佳导演奖。好来，得奖者是8弟。8弟。美术设计奖，得奖的是巫山。哇！恭喜竞选输啦！哎，高算钱啦！哦，咱来看上高算钱，得奖者是党的。救援奖，救援哦，啊，这嘛是算足关键吼。得奖者阿庞，庞哥辛苦啊！动作设计奖，哦哟，巫山甲党的，哇，恭喜！最后一个奖，最后一个叫做佚佗的规划。哇，得奖者嘛是有2位哦。哇！等下你今仔奖足济哦，等下甲8弟，恭喜！爱好好珍惜家己爱的人，因为阮去做的广告，足侪拢是老师傅，无就是伊嘛无后一代家己传落去，所以希望大家看这部时阵，会使感受到阮为虾米爱甲这款物件翕落来，甲大家讲因的故事。公